OBS 你看，网络直播要用到的软体了，结合那个笔记型电脑。刚刚看到说要 Windows 8以上的，也有使用者说 Windows 7就可以了。还有直播教学。你看这里写 Windows 8呢，Windows 8